2026年新的一冬，真濟人行村來到媽祖信仰的發源地，虔誠敬拜同時，全國首創以地仙宮甲媽祖作為主角的烏水溝傳奇導遊，嘛選定佇遮正式開展交流。這款3對1的電影遊戲雖然拄發行，不過日前結合 cosplay 舞台劇試算演出，已經是未演先轟動。開賽進前，包括民政局、安南區公所、總價寬頻等儕民代貴賓攏來讚聲，肯定烏水溝傳奇這款一面爽一面惡的導遊，更富有歷史文化教育價值。就是說從本作為這邊自駕經過橫湖來到洛城來登陸，所以這段歷史我們今天的主辦單位利用這個桌遊比賽。能夠讓很多的年輕朋友了解這段的歷史，我想這一段不僅是在我們宗教聖地這個信仰中心能夠了解正統來台，還有在我們整個宗教文化裡面能夠宗教活動結合文化活動，也結合這個教育的活動。該導遊的發行嘛，凸顯歷史不是過去，在道頂得當學習。這個遊戲讓我學到鄭成功的歷史，我覺得很有趣。2位小朋友也是5年級，他們正在學習這一段。那相信他們玩完之後，對於他們自己的學習會有更好的幫助跟理解。這遊戲最吸引人的地方呢，是我們融合了漢人、原住民跟鄭成功軍，我們要一起合作去驅逐荷蘭人。但是荷蘭人其實是很強的，它有非常多的功能，所以我們是它也像也不算地主，就是地頭蛇的感覺。所以我們要一起合作，然後私下討論去，然後去看我們要如何去驅逐荷蘭人。由花蓮影視公司結合鹿里門天後宮、鹿里社區發展協會所共同舉辦的烏水溝傳奇導遊交流比賽。邀請大家在遊戲甲活動當中，認捌台灣開台歷史，感受府城文化吸引力。迄一個傳奇，就是咱地仙宮一生的傳奇。伊安那咱漢人，咱平埔族的先祖，來攻打荷蘭人，把荷蘭人趕走。所以為着要紀念這段歷史的事蹟，所以轉來鹿里門這個原點。來辦理，這是今仔日辦這個黑石鍋傳奇桌遊，在鹿里門辦介大的意義。透過這一場桌遊，玩桌遊由府城、由台灣去傳承全台的文化教育的擴產。那從我們的廟宇出發，一直連接到社區，連接到學校，透過校園的方式呢，讓孩子們呢輕鬆的寓教於樂，玩中學，學中記，認識台灣的歷史、地理以及本土的文化。當大家在道頂討論策略的時，嘛正呢重新經歷300年前的鹿里門，在媽祖的守護、生命的勇氣、加台語的聲音，透過導遊再次被看見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